邊個啊？係啊，好，介紹佢啊神秘嘉賓嚟嘅喎。係啊好應該嚟介紹。 ，OK。好咁我不如就趁住呢個音樂嘅時間，大家掌聲歡迎呢位朋友好唔好啊？米記嘅好朋友，我哋永遠鍾愛嘅余安安小姐。落花那可蔽月光，低婉月色借願心，行將帶淚借花落，都將望國恨。愛先借我知心，心知你做緣分，為我決守生死約，我心有何人？生也還手，死也兩人，今夕還君相思意，悠然淚下，花影滿身。共君兩心靠緊，與君共舉杯暢飲，紅燭燈